地呀，所以我们先把它牢记，然后我们要重复在四部来字出埃及记第13章第3节。这个希伯来就是这个是亚法，我们呢看到这个是怎么念的，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因为这是那些天主教，因为他们把它改为亚威，所以这个名词不存在，所以在他们自己的圣经上面把这个亚威已经去掉了。我用马达加斯的语言来翻译亚法是真实，它是个真实的，但是大的名是亚法，这一切都这个亚非这个耶和华都是那个罗马天主教，因为这个要翻译着就是罗马天主教，全这个本名就是就这个是个拼音，这不是鸡圈的拼的，所以我要把它鸡圈的，对犹大人就是这个是真名的，就是亚法是真实，大的名是亚法。你们都看到，连他们罗马天主教都搞错了，新基督教都弄错了，他们叫耶和华，所以结果他们都是要犯罪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所教告是谁，所以你要自行机遇吧，你们就把你们的书要翻译吧，要翻译找，因为亚伯兰所求告，摩西所求告，这位上帝跟着大人都不再犯罪，亚伯兰所求告就是亚法还有这个有的黑就是亚，所以这位亚伯兰的上帝就是亚法，凡求告这个名字的人都已经就成为完全人，不再犯罪。这是上帝的目的地，就是叫人不再犯罪，要成为完全有永生的，要得到永生。你在听我的时候，你应该有考虑，你还是要服侍，要加上帝，你仍然的要敬拜加上帝所以我把为了这个，我就把那个日子宣布给你们定了，那你们要看一下你们所求告是谁。对亚伯拉罕我都颁布的日期，关于摩西我都颁布的日期，所以你们所求告的这都是假的。因为对那些伊斯兰教，他们是公元600年的才能出以赛亚书以赛亚第26章第4节，我们一起念吧。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，这边按照那个读音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，在摩西的五经，我们念的就是摩西的五经，它就是在这儿。这就是犹太的字，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你这边的那个拼音，所以我们直接读这个拼音吧。这个都是要一起念的，就是亚法写的很清楚就是亚法的真名就是亚法。这个都可以都在一起，我们都要一起看到。我想他的名字就是亚法，我们一起看到，我们再看一次。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然后就是这个亚法。
这个字呢写，这个就不好，稍等一下，我们搞错了。我们先把它放进去，这个就是那个字，就你们都看到了。上面就是牙，就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，因为咱们从右边到左边的念，这个就是牙法都要排列好。我先把它截图，然后给你们，恐怕你们说我们看不见了，因为真的大正面就是牙法，这个就是牙。这个就是牙，然后就是接着就是这个牙法，你们都看到，因为它的名字就是牙法，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真命的上帝，他叫亚法。我希望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摩西所求告的那位上帝，以俩在这里要给你们这个解释，就是有他的名字，叫人的成为完全，叫人不再犯罪，就是不再犯罪了。这个名字就是叫亚法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。你不求告这个名字，那你所求告的都是假的，你所求告的都假的，你被迷惑了。以俩都是借着爱来教你们，呼叫你们要关注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因为他是真的拯救者。亚伯拉罕爷爷摩西爷爷求告他的时候，就是在公元的1800年的以前，没有比他先求告。伊斯兰教就在后面的，在最后面的，最有代的书卷摩西的物件都是在公元于1500年前的。它是最老的，因为这是最老的，所以跟你讲，这个是不可抗拒的道。所以他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摩西的上帝，因为他们要求告这个上帝，就是要用，就是要用亚法求告。那么我再补一下这个道，这个就是让你们的能听得非常明白。那我们先用这个马达加斯的语言，然后就是来就在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1章23节。创世纪第21章就是有记着，我给你要补一下，我们要接着这个经文，我们就跟他看到他真的有求告他的上帝就是亚法。那他又去哪儿？第21章23节，我们的就是来念的就是21章第33章。你在牢记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其实就是33章而不是23节。这个就是那个字呀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写在中间，就是有的发音。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的字母，我们都在创世纪21章第33节。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就是亚法这个名字，就是亚伯兰真的要求告这个亚法这个名字，我们来英语来念。因为亚伯拉罕在别是巴在上亿的
垂手留手，又在那里求告上帝的名字，就是说他要求告上帝的名字。我们在这边都看到，就是亚伯拉罕他真的求告。我都给你们的3个经文，创世纪第12章，创世纪第13章，这个是创世纪第21章第30节。他真的求告这个上帝的名字就是亚法。那亚伯拉罕的上帝就在公元的1800年前的，那他所求告的上帝的名字就是亚法。如果不是这个名字，你就是假的，所以你有人错了吧？因为这个是为什么？这个就是个成就，这个想要你要得到这个成就，这个是没有别的意思。如果你的灵魂想要得到成就，那就赶快吧，因为那些人想要得到成就，就是要有尽你们的定这个正道，因为以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呀。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就是要一起要研究接着是什么，因为你要听从这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道，那然后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去哪儿？要最后应该要听从谁？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教训一起研究，应该是明天或者是后天的。那我们就是要一起要看到接着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他去哪儿？谁要带这个正道？这位上帝是在哪儿？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要与谁同在？我们都已经知道，他是要跟着摩西。在我们当代的时候，他是在哪？在我们现代的时候在哪里？能寻找他？他现在与以利亚同在。到这边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慢慢来的要查考真理啊！因为我们今天就看到亚伯拉罕有个上帝，他所求告的是亚法。摩西也是这样的，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亚法，在摩西的时候就求告他亚法先知们都是要求告他亚法，所以有祝你们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，因为这个是对所有的全世界的拯救不管是犹太人，是越南人，是中国人，是非洲人，这个拯救是属于给大家。以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，为了想要得到拯救不会在不想再被魔鬼迷惑，我们的拯救到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这位亚法的上帝是活着，他差遣以利亚为了代替他。那请你来到父亲亚法，为了就是你为了拯救你的以利亚的道，就是到这边到这里，荣耀归给父亲亚法，荣耀也归给他所带来的救活的先知。我们关于这个救活的先知，我们要说说他的话题。他叫亚乌刷，这位亚乌刷他是谁？因为我们就是到他哪里关于父亲亚法所说的话是什么？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是什么？因为目的就是为了从那个罪里面能救出来。你所亲眼看见的是以利亚，他不再犯罪，他是完全的人，因为他是跟着父亲亚法。那我请你要跟随他，荣耀归给父亲亚法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非常感谢您的父亲亚法，多亏你这个道，你所赐给这个道，因为你所赐这个道真是拯救。为了叫所有的人要想一想要去哪，以利亚要向您要求别让魔鬼在害他们，因为已经许多人都率领他们到下地那里，请拯救他们。这是以利亚向您所有的要求，为了拯救他们，
能听到那位最后的先知，那位最后的先知的声音大叫亚乌说：“亲爱的父亲亚耶娃，请要把到荣耀将生出来，我奉你的名字。”亚乌说做了这一切的祷告。阿门。那我祝你们能得到亚乌说的祝福，我们下一个的教训再见。